华视新闻要提醒咱南部的乡亲，都要注意鸟鼠啊、济甲天高热。先来看这个鸟鼠带来的汉他病毒，今年到今全台湾有7例，高雄市上济有5例。凤山行政中心最近就看到袂少的鸟鼠，除了加强喷药啊，嘛用黏棒来掠鸟鼠。另外，左营的莲池潭嘛有真侪大只鸟鼠，软来软去乱踅。民众希望市政府要有积极的作为，把这鸟鼠啊解决掉。高雄市出名风景区左营莲池潭被人翕到湿地，除了有鸟以外，还有真侪鸟鼠啊伫坑内面咧爬。今年2月到5月，有民众2摆翕到规定的鸟鼠啊出入，看起来真恐怖。议员伫议会质询的时，要求市政府要有积极作为，解决这鸟鼠的问题。一些景点都有发现这个成群结队的老鼠哦。烦恼是有道理的。依照统计，全国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汉他病毒出血病例有7例，高雄市就有5例，是全国上济。4月份，一个凤山区米店的女员工和鸟鼠啊家钓确诊。那截到目前为止，总计布放75个鼠笼，好，那总计捕获45只老鼠。最近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嘛有鸟鼠啊咧夹来夹去，甚至听到天棚顶面有听到鸟鼠啊伫走相状。天棚办公室，大家总动员，各局处拢有发鸟鼠啊黏。环境清洁以及捕鼠工作这个部分，我们是一直持续在做。相关单位唔甲第二加强喷药消毒的防治工作，就是要避免汉他病毒疫情有扩大的可能性。